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哦，今仔日实在是真正是足寒的吼，但是咱总是感谢主，犹原想使咱今仔日有一粒日头吼，咱这粒日头阮若是过来敢无上班啊。好，咱今仔日要唱的圣诗，要吟的圣诗有3首。哦，第一首咱来吟圣诗第476首，圣诗第476首，专人至尊的神。这首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第1节甲第2节。第二首，咱来吟圣诗第58首，圣诗第58首。万王的王，万王的王，主的主。啊，这条曲甲词是对印尼来的，所以伊有一寡迄个，敢若原住民迄个南岛语系的迄个风格，啊，伊佮加上一寡装饰音，所以伊唱起来有一寡较活泼的感觉。哦，啊，咱做伙来吟第1节甲第2节。万王的王，万王的王，主的主，为爱灵魂就是你，伊嘛来来主心听，咱着为你来赞美。传播这佳音，让天也小温暖。播下条消息，欢喜要固定，感激归路称赞。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阮就是你，你嘛在咧主心行，咱着为你来赞美。出世，带和平的世界，咱做伊有那照顾甲伊听，听着伊的帮衬。万王的王，主的主，为带领阮就是伊嘛在咧主心行，着为你来赞美。手压直直靠棒，万分变下面做恁的信心，享受自由抱。的王，主的主，为带领阮就是你，你嘛在咧主心行，咱着为你来赞美。最后一首要来吟圣诗第55首，我相信这首咱应该是真熟的一条圣诞节的诗歌吼。着听天使在演讲，着听天使在演讲，咱这条歌来吟第1节甲第2节，第1甲第2节。
起，咱的主弥漫的灵，表现比赛的阳光，归阳光的新生活。好，咱今仔日吟诗赞美就到这。今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请中北部门王雅玲执事读经，壮年牧区郭岳无执事祈祷，儿童助理学蔡元同学点接。以赛亚书第7章第10到16节，上主阁对亚哈斯讲：着对上主，你的上帝求一个记号，无论对上帝的亲恩，也是上悬的天顶来。毋过亚哈斯回答：我毋求，我无要试探上主。先知就讲：大比家啊，着听，恁互人会恶。讲算小可事，恁敢嘛要互我的上帝会恶？因为安尼，主要亲自互恁一个记号，看咧有一个少年女子会怀孕生囝，伊要叫做以马内利。到伊学晓拒绝学，选择神的时，伊要有气质甲蜂蜜通食，因为即个囡仔会晓拒绝学，选择神以前，恁所得惊迄2个王的国土，拢会彻底荒废。一齐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伫创世以前，你就伫基督内竞选阮。这是何等的可畏！你照着先知对你的百姓预言，因为安尼，主家己要互恁一个兆头，要有在昔女怀孕生囝，甲恁号名，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阮同在。你要将伊升为至悬，佮赐予伊。迄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顶的、地上的、地骹的，因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乌无跪拜，无一个喙无称呼耶稣基督是主，互荣光归伫爸上帝。上帝啊，因为众人拢犯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感谢主，你备办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赎，叫信的人无得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为阮降生，佮
搁为阮受死，叫阮会当活地，这恩典遮尔大。主耶稣，你有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到爸遐去。你搁有应允阮讲，恁若爸求啥物，伊要因为我的名赐互恁。打恁毋求，就必得着，叫恁的喜乐会当满足。主啊，你搁讲，叫阮伫你内面有平安。伫这世上，恁有苦难，但是恁会当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主啊，阮要为着生活伫个黑暗中的人祈祷，身体病痛的，求你医治；心灵受创伤的，求你透放因得到自由；丧乡的，求你供应因一切无够额的；行伫弯曲道路的，求你引带因行伫正直的路。亲爱天父，伫这普世欢喜庆祝救主降生要来临的进前，阮要存着敬醒、悔改、喜乐、平安、望的心，迎接你的到来。感谢你赏赐圣神互带伫阮的内面，互阮会当顺服圣神引带，行永生的道路。求你赐快乐、勇气、智慧互阮。求你赐平安的福，互敬畏你的人。愿荣耀尊贵归于上帝。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信地的人有光在照因。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生属咱，伊要负担国籍，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个爸和平的领军，因公义治理，因信息统治。咱三个来因信息。第55首，圣诗第55首，就听天使咧经讲，请起立。Oh
咱三观有缘徛伫做伙暗团的祈祷。亲爱救主，请来，请来，怜悯的心，欢领受平安喜乐。当我面对困难，甲世间的无共款的价值观的时，有信心来行你所愿的呼召。互我甲人斗阵时，有仁爱的心，互人因为安尼得到祝福。我要伫你的面前，坦白承认阮的罪行，用你的大疼痛清洁阮的心，赦免阮，互阮有正直的灵。请来，请来，伊妈着你，邀请人相甲做工的属上帝，我向你祈求，使阮同心合意同工，互你的进乐部有同伴来做阵努力，袂孤单。若是有人甲人的纷争造成伤害，求你赦免医治，互阮放下怨恨。忧伤失志的人，通夜头仰望圣囝降临，互你的平安仰望来充满。欢喜欢喜，主要过来，伫大港节期，求你时刻教阮伫地，通兴旺教会，宣扬福音。这时，我们照主耶稣教示阮基督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有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去，就求阮脱离伊的歹个，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起，请咱向去信息后面第1111页，课文第61篇，课文第61篇，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咱做伙来起。恁才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因家己的身躯拆毁，甲恁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给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咱做伙来念圣诗第476首，圣诗第476首，全人至尊的神，请起立。
请坐。咱三个来祈祷。至尊的天父上帝，因为你丰盛的慈爱，赐阮真理伫你的恩典，逐时逐刻，你的真理启示阮，互阮昏迷的心得到叫醒，阮却心灵得到修德。我明白你的旨意，顺探你的教示。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30节到50节，请咱注意来看，听我来读马可福音第9章第30节。耶稣佮门徒离开遐，经过假日日，耶稣无爱人知伊伫倒位。因伊拄伫教训门徒，对因讲：人子会互人出卖，因会甲伊害死，死了3日后会搁活。因袂明白即个话，搁有敢问伊。因来到迦百农，耶稣伫厝里时，向门徒讲：恁咧路中咧议论啥物？因拢定定。因为伊伫路中咧争论什么人上大，耶稣坐落去，叫12使徒来，对因讲：后人要做第一，就做众人的上路尾，做众人的找因。伊就牵一个囡仔来，互伊徛伫因中间，甲伊抱起来，对因讲：无论什么人，若为着我的名，接纳一个即款囡仔，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毋是接纳我，是接纳找我来迄位。约翰对耶稣讲：老师，我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阮甲伊阻挡，因为伊无伫缀咱。耶稣讲：毋通甲伊阻挡，因为无人会奉我的名行神迹。随时佫讲我的歹话，无反对咱的，就是为咱。我实在甲恁讲，无论什么人，因为恁上基督，用一杯水互恁，伊一定会得到报赏。耶稣讲，无论什么人或生活的人的中间，伊是一个犯罪，伊较好，互人用大石帽，甲伊吊进暗棍，迄落海。你的手若互你犯罪，就斩迄角。宁可捡一只手伫冤枉外，比双手好好落地狱，互袂化的火烧较好。你的脚若互你犯罪，就斩迄角。宁可捡一只脚伫冤枉外，比双脚好好，互人迄落地狱较好。你的目睭若互你犯罪，就乌迄角。宁可捡一粒目睭伫上帝国，比两粒目睭好好，互人迄落地狱较好。伫地狱通袂死，火袂花。大人拢着用火炼，亲像用盐生。盐真有路用，毋过盐若失去咸味，要安怎搁互伊咸？恁家己着盐的作用，互相好好。愿上帝话帮助咱。下面你请儿童主流弦乐团用音乐带咱敬拜。因要献的诗歌，耶稣世人愿望的喜乐。
下面要请黄牧师讲道，题目是伫加百隆的启示。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日真多谢咱主日学的学生带领咱三个来敬拜上帝。通过这首诗歌，耶稣是世间人所渴望的。通过这首诗歌，咱是真实的巴哈的诗歌，也是伫这个时刻，互咱会通有一个渴望的心，来到日主的面前来渴望伊。愿咱的渴望会通得到圣神的帮赞，咱会通日主的内面信仰会通愈来愈起做。今仔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咱主日学的学生也点到这个知识的蜡烛。大港节第4支蜡烛，阁互人称作天使的蜡烛，因为天使向咱祝福。路加福音2章14节安尼讲，愿荣光归伫至权的上帝。愿和平归伫伊伫地面上所喜爱的人，也因为天使的信息，所以这支蜡烛所代表的就是和平，也是讲和好，和好，互咱提醒咱爱甲上帝和好，和好提醒咱爱甲人和好，也提醒咱也甲这个受造的世界。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受造的世界受破坏，咱需要去修补和好的这个关系，甚至咱甲本身甲咱厝内人也需要去修补来和好。耶稣捌甲军队伊的人讲：“我留落平安互恁，我所赐的平安。”是甲世间人无共，恁的心内无伫看路，也无伫惊。所以平安的这个蜡烛，是上帝伫这大港这个中间，爱咱来领受的一个祝福。伫这个平安的蜡烛，也是上接近平安暝12月24的时刻。平安暝的时阵。咱会点到中央这个白色的蜡烛，代表基督的纯洁无罪。那亲像耶稣降生以前的700几年前，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基督所要带来的救赎。以赛亚书1章18节安尼讲：恁虽然误会诸红，我要互恁亲像雪。较尼白，这是先知所互咱知影，通过耶稣基督伊的无罪来带来救赎。耶稣降生来到世间的时阵，将上帝国的奥妙来传讲互咱，并且互咱伫伊的内面会通得到救赎。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安尼甲咱讲，上帝较尼疼世间人，赏赐伊的独生囝。互信靠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转要得到永远活。上帝找伊的囝来到世间，毋是要来定世间人的罪，乃是要互世间人借着伊来得到拯救。所以伫即礼拜5暗时，咱有即个大港暝与神密契的即个音乐礼拜。伫即礼拜6暗时7点。嘛有平安暝的节光礼拜，也要详时举行这个开放的圣餐，并且有4位的兄弟要领受洗礼，加入咱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过来伫后主日12月25上午10点，咱要举行圣诞节的赞美礼拜，圣乐队甲乐团要带领咱所有的兄弟。伫上帝面前献上迄个俄罗的祭，所以愿一切的颂赞荣耀，
拢归伫三一上帝。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是咧描写着耶稣第二摆伊的受难的预言。第一摆的预言是伫第8章31节，迄当时咱有读到，我有讲起，迄是马可福音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第8章31节，安尼描写讲，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耶稣头前已经拢有真侪教示啊，但是遮佫特别用一字开始，从此，这个开始代表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重要的转变。对迄个时阵开始。耶稣就是无亲像头前第1章甲第7章内底迄个大官灵者、医病赶鬼惊神者迄款的大官灵。伫第8章31节开始，伊就预言家己的受苦，对遐开始到伫马可福音的结束，耶稣亲像一个受苦的奴仆，伊为着世间人的罪来付上迄个罪的代价。成做代罪羔羊，所以咱会通看到，对头前第8章，今仔日第9章，煞接到伫第10章，这3章的中间有3摆，耶稣拢预言家己的受难，这3摆拢有伊特别的地点，所以迄个地点是真特殊的。耶稣第一摆，伊咧讲起家己的受苦的预言的时阵，伫该撒利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迄是外邦新民罗马帝国的中心。当时的人，将这个罗马皇帝托甲悬悬，亲像高高在上的神的时阵，掠伊是救主的时阵，耶稣伫迄个所在讲。伊要受难，到底是这位互人托甲悬悬的罗马皇帝是神，也是要为着世间人受定死十字架？迄位才是上帝的囝，这是第一次的预言。第2摆的预言，就是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第9章31节，是要转来到伫加利利加百农的这个路途的中间。加百农是耶稣甲学生徛起的厝，迄是福音的基地。耶稣也时常伫加百农的会堂伫遐来讲道。当耶稣国话，上帝使者符箓讲恁爱紧去甲其他的门徒讲，尤其是彼得，伊爱比恁先到加利利去，伫遐恁会通见到伊。那亲像伊所甲恁讲的，这就是耶稣捌甲门徒讲过。伊对四个话了，要比因较大声转去到伫加利利，因为耶稣爱门徒转去到伫福音的根基地，伫迄个所在重新搁出发。所以第2处迄个受难的预言是伫加利利的所在。第3摆会讲出这个受难的预言，是伫耶路撒冷的路途的中间已经要到啊。意思讲耶稣着目标进前，伫实践上帝的旨意会行。但是这时门徒的中间，雅各、约翰伫遐互相相争。什么人要坐伫耶稣的正边，什么人坐伫伊的倒边？可见耶稣受难要发生的时刻，门徒犹原是安怎？亲像咱头前所讲的愚钝，就是安怎戆推啦。伊唔知影耶稣的旨意心意是啥物。那亲像第8章，耶稣叫门徒互4000人食物件食饱。门徒伫遐回应讲：，遮个所在较尼偏僻，我要去啥物所在找够野的食物来，互遮个人食饱。但是因袂记的，
伫第6章的时阵，才发生耶稣互5000人食饱的神迹。敢讲门徒袂记的吗？约翰加利文咧解说这段经文的时阵，用一句话安尼讲：门徒非常的愚钝、戆颓，迄个戆颓实在是真惊人。同款的，耶稣已经第3摆讲出伊受难的预言。门徒犹原戆颓，伫遐怎争什么人要坐大位？现在咱就来看耶稣伫加百农第2摆要讲起这个受难的预言，甲学生的这个教导。咱首先来看33到32节，伫遮所描写的。头前我讲，耶稣第2摆受难的预言是经过加利利，一直要转来到伫加百农的厝内。加利利伫耶稣传上帝国福音的时阵，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伫加利利，耶稣呼召学生；伫加利利，也是门徒伫遐听候耶稣国话的所在。所以加利利是耶稣的福音基地，是出发的所在，是耶稣国话了后，门徒重新出发的所在。所以第2摆的受难的预言，是发生伫这个真特别的加利利。这有伊的意义，伊的意思。伫即边的这个预言的中间，咱一开始就看到耶稣无愿意其他人知影因所要行的这个所在，所以圣经内面会讲起耶稣无爱人知伊伫倒位，因为伊要将时间留互伊的学生。要教因，伊无愿意受到干扰，伊干那要互即军队以3年的学生知影伊将来要做的代志。所以31节，耶稣这学生讲人子会互人出卖，人子会互人出卖。伫这个中间，佫讲伊会互甲伊害死。死了后，会国活，3日后会国活。伫遮个经文的描写讲，人子会互人出卖。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讲，人子将被交在人的手里。将被交在人的手里。遮个所用的词是 be 动词，意思讲耶稣要受交出去。安尼，什么人要将耶稣交出去？佫是要交伫什么人的手？遮拢无进一步的这个描写。有可能是指犹太，因为犹太出卖耶稣；嘛有可能是法利赛人，也是讲宗教领袖，是因掠耶稣来交出去。其实这句话无讲什么人，迄是一个开放性的讲法。所以有神学家会解说讲，交伫人的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一群人，是指全世界的人。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份伫这个事件的内面。咱有可能将耶稣基督交伫其他人的手，将咱的信仰来交伫人的手。对伫耶稣基督的身份，伊的死国外的问题，门徒无了解，阁唔敢问，因唔知影什么人会将耶稣交出去。兼才是后来的犹太出卖耶稣，但是嘛莫袂记的，其他学生迄当时嘛闪了了，走了了。连迄个要坐伫耶稣正边的、倒边的，嘛走到离裤骹去。所以，什么人出卖耶稣？什么人离开伊？莫袂记的，所有的门徒拢是一个样。佮转来迄当时，马可福音写作
是伫大迫害的处境下底，迄个环境艰难，门徒甲军队者无理解耶稣的使命，因无理解做门徒的意义。这也是作者马可期待，会当通过这本福音书来坚固迄当时受迫害的教会甲基督徒。早期的教会都是伫即款无理解下底，因伫遐敲揣，到底阮要安怎来理解阮所跟随耶稣基督？要安怎去敲揣迄个理解？其实咱的信仰就是一直的敲揣理解的一个过程。这个敲揣理解的过程，毋是去看世间，咱咧讲所谓的迄个成功，也是官位，也是讲去宰制压制人。迄个理解是要转来到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因为伫遮互咱看到耶稣受难的预言，伊成做一个谦卑受苦的奴仆。伊通过这个受苦来实践上帝的使命，这是真无共款的。所以咱煞只咱来看33节到37节遮所描写的。倘若讲起加利利是耶稣传上帝国的福音的出发地，是基地；迦百农是因所徛起的所在。33节安尼讲，讲耶稣甲学生入厝内，等于到伫厝入伫厝内，入厝通常会门关起来，关起来了后，要安怎？伫遐来最重要的讲话，也是教示。35节咱做阵来看，遮的描写是安尼讲，耶稣坐落去，这个坐落去，迄是迄当时犹太的rab比，因要教导学生的时阵的一个动作，也是描写。第1世纪的犹太信仰，拢是rabbi安怎坐落去了后开始上课。这甲今仔日牧师徛伫讲台顶，迄个意思是同款的。伊徛伫讲台开始讲道，但是迄当时是伊坐落来开始的教示。所以耶稣坐落去教示学生，伊的门徒徛伫伊的头前安怎？徛甲直，徛甲直伫遐准备要来听，要来学习。咱嘛会当安尼问家己。老师已经准备好啊，坐好啊，咱敢有开始准备咱的学习？耶稣坐落来，伊的教导的内容就是做门徒。咱要安怎做一个门徒？要安怎跟随耶稣基督？这是因为门徒伫路上伫遐发生要争什么人上权位、上大位的争论。耶稣转来到伫厝内，才对因教示。耶稣无伫外面，就安怎对因生气，也是伫遐教示遮的学生。伊是转来到伫内面厝内的时阵，才开始会讲遮的。耶稣的教示，伊讲偌久，咱毋知影。但是咱只有看到一句话，通讲是即个教示的即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啥物？咱做阵来看，伫这个35节，安尼描写讲，若有人要做第一，就做正人的上路尾，做正人的车用。伫遮讲第一，是用咱即马的处境，因为考试拢毋茫拼第一名的，因为做啥物代志拢毋茫拼第一名，但是。伊原来的意思，过去的翻译叫做安怎？做头要坐大位，你要做头，要坐大位，有官位者，你就安怎？你就需要做正人的这个车用。这嘛爱讲起，什么是伟大？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做头有官者，到底迄个？态度是啥物？耶稣伫遮的教示，
通讲是世上最陌生的价值观，咱上青分的价值观，因为耶稣伫遮彻底的调整人性的这个本质。因为地面上的国度的价值观是安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谓伟大，就是安怎？你爱有好名声，你要有权柄，你要有成功。耶稣其实无否定这个名声、权柄、成功，但是耶稣爱互学生知影，你有你的名声，你有你的权柄，你有你的成功，迄个目的是啥物啦？迄个目的是要来诚侪正人的奴仆，意思讲，我是要为着服侍啦。你有权柄，毋是要来看轻别人；你有地位，毋是要来将人踏伫你的骹底。你有权，是应该诚做正人的服侍。这叫世界最陌生的价值观。迄当时的世界，将罗马皇帝塑造成做正神明的囝，是掌握全天的神明，也是讲迄个权势的地位、财富，拢伫这个人的身躯顶。迄当时的皇帝就是安尼啦，整个的帝国拢在追求成功、权势、地位这款的风气。什么人上成功？就是该撒，就是皇帝。世上的风气，人的本性就是咧夺取这的利益。什么人较有地位？什么人较伟大？学生嘛受到地面上的这个帝国的风气所影响。咱今仔日活伫这个世间，咱有世间的风气来影响咱，但是咱嘛莫袂记的，有一个超越的风气，价值就是上帝国的价值，也会影响咱。咱有这款两种的力伫遐有。那亲像保罗咧讲起人的内在有两个律，一个是良善的，一个是对落的。迄款的力伫咱的内面，伫遐来悠悠立立。到底咱要顺服啥物？耶稣伫遮咧教导的时阵，35节伊讲伊找一个囡仔来。甚至将这个囡仔甲抱起来。马可福音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耶稣抱这个囡仔的举动？这咱即摆看是真正常，但是古早时阵2000年前，迄是安怎？无正常。因为耶稣的教导对迄当时的世界，就是安怎？非常陌生的价值。对因来看，哎呦，太无正常。因为古早希腊、罗马的传统下底，囡仔人是非常无地位的，甚至无有权力，甚至伊会丧失伊的性命安全的保障。囡仔伫迄当时是社会中弱势的弱势，是社会的边缘人啊。因为古早罗马因有一个上早明文法。刻伫12个铜片的顶头，称为12铜表法。伊内面都安尼描写，讲老爸会通将囡仔卖掉，也是抵押互别人，也是互人去收养饲。其实迄是卖囡仔啦吼。囡仔若犯罪、犯错，老爸会通有权用鞭拍，甚至将囡仔关处死。老爸嘛会当照着家己的意愿安排囝儿的婚姻。这是2000多年前罗马的这个法律是安尼描写，甚至嘛有发现，当初时的父母为着生计生存，有当时会将囡仔卖做安怎囡仔工，咱讲童奴啦。这种囡仔工伫古早罗马是非常普遍的代志，所以当初时
连犹太的拉比的讲道，也是教道的时阵，查某人袂当伫边啊，囡仔搁较无法度伫在场。但是咱看到耶稣竟然是叫囡仔来，搁甲抱起来。同款的记载，马太福音内面嘛有安怎，嘛有记载，伫即个18章第1节甲第5节。但是迄个重点，马太的重点是讲，恁着爱回转亲像囡仔，因为马太福音主要的读者是犹太人，所以迄强调恁着爱谦卑亲像囡仔。但是马可福音伊主要的读者是外邦人，所以伊强调爱接待。所以谈多啊，咱咧看即个36节遐开始的描写，无论啥物人，若为着接纳，为着我的名接纳一个囡仔，即款囡仔，所以后壁连续出现5摆的接纳。所以接纳是马可福音的重点。伊毋干那接纳，阁将囡仔抱起来。这个动作，伫2000年的时代，2000年前的时代，这是对罗马犹太的传统，是一个非常大的，咱讲颠覆性，也是讲挑战。耶稣挑战迄当时的价值观，伊也挑战迄当时人。迄个性命优先顺序，耶稣毋是伫遮咧批判伟大即件代志，真正伟大的人是愿意安怎会通有一个接纳其他的弱势者。真正伟大是你愿意谦卑做奴仆，如何对待囡仔？如何对待无关系的人？这才是咱讲的衡量一个人伟大的标准。当初时的社会看轻囡仔，但是耶稣一讲的上帝国的价值内面是接待囡仔。当初时的社会是看轻妇女，因看重的是男性、官位、财富。什么人是掌管带头的人？但是上帝国的价值是要安怎？咱讲颠覆这款的观点。所以伫上帝国的价值，什么人要做第一、做头，就爱做正人的奴仆。这是世界最陌生的价值观。这款上青分的价值观，拄是上帝国的价值观。听了后咧，门徒的想法是啥物？咱煞只咱来看38节。38节遮安尼描写，约翰对耶稣讲：“老师，阮有看到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阮甲伊阻挡。”现代中文译本是讲我们禁止、阻挡、禁止。你要看耶稣拄啊讲完。讲恁有掌权者，恁有权的人，就爱做正人的奴仆，爱接待社会上迄个弱势边缘的人。但是约翰马上伫遮怎展示他的权柄？你甲看，我去禁止别人，我去禁止别人，这是一个，咱会通讲是一个伊的讽刺啦，吼。因为伊的禁止是安怎讲？伊伫遮爱讲，因为伊无得对咱，无得对咱。这个咱吼，其实伫这个中文内面，现在中文内底讲吼，因为他不跟我们同伙，这个强调是我们，毋是在地迄个人敢有军队耶稣啦。约翰的强调，因这个人无顺服门徒的带领，领导。今仔日嘛有一寡最头的教会领袖，咱时常会听到讲顺服就必蒙福。
不跟他们同伙就是不顺服。但是咱爱请清楚，顺服的对象是啥物人？顺服的对象毋是最头的领袖，咱只有一个头，就是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毋是顺服人。面对这个意爱权威的人，那亲像约翰，伊伫遐甲耶稣讲：“你甲看，阮去禁止别人，我们去阻挡人、阻挡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伊若是要服侍，伊嘛甲禁止。但是面对约翰伫遐掠家己做头去禁止别人、阻挡别人这件代志，耶稣安怎甲回答？咱来看39节，安尼描写：唔通甲伊阻挡，不要禁止啊！约翰是要禁止别人，伊用伊的权柄要禁止别人，但是耶稣来讲，唔通禁止，唔通禁止。而且这个唔通禁止，耶稣连续讲3遍，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啊，第3次就是41节讲啥？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意思讲这是搁较重要的。咱来看耶稣伫遮如何来回答：你有权柄的时阵，你唔通用你的权柄去禁止甲你无共款意见的人。而且讲唔通阻止伊，因为无人会奉我的名行神者，搁伫遐随时搁讲我的歹话啦。所以重点是伫迄个所在，因若是掠耶稣基督做头的时阵，虽讲做法方式无共款，但是这个咱唔通去甲禁止。第40节安尼讲，无反对咱的，就是为咱；无反对咱的，就是为咱。虽讲意见无共款，方法无共，但是无互相反对，无伫遐来对抗来骂咱，这就是一种为咱的意思。耶稣搁伫遐讲搁较积极的，就是会通采取一个积极的行动，来互需要的人一杯水，一杯水，毋是干那禁止利益，无禁止利益，反倒当是安怎？爱积极去帮助人，付出行动来互人一杯水。为什么互伊一杯水？迄当时的这个时代，咱爱知影，因的地方是一个气候真干燥的所在，真少雨水，真有当时要啉一杯水，其实是安怎？爱较够工的意思。伫迄个干燥旷野的气候的内面，互人一杯水，这是表达会接待出外人的美好的德行。所以耶稣最后会讲起，毋是干那无禁止尔哦，是讲爱积极去帮助需要的人。所以耶稣互咱有一个新的价值来学习。煞接咱来看42节到50节这段的经文，这段的教示会提醒耶稣伫加百农的厝内对门徒所讲的，而且对门徒所讲的，恁中间微细的一个。微细就是讲微不足道的人啊，什么人是微细？伊无权无势，伊受忽略的边缘人。就那亲像头前耶稣抱起迄个囡仔接待囡仔共款，耶稣用这款的行动来甲学生教导，你着爱有这款开放接纳，特别囡仔，你互伊无法度。有能力甲你回报，但是你欢喜来接纳伊，欢喜来帮助伊，这就是上帝国做门徒的价值。耶稣伫遮有3项的警告，这3项的警告真特别。一开始拢安尼讲，假使你犯罪，最后讲啥？好多了，屙出来，砍掉好多了。
所以三个经过拢是即款的。哦，啊，而且讲要砍掉目睭要乌掉，这毋是真正吼，叫你去将目睭乌出来。哦，安尼逐个人拢痴迷，吼，毋是字面上即款的理解。意思讲，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这三项警告是安怎？手、骹、甲目睭三个器官拢是甲行为实践有关。消极的部分，就是安怎去对付这个手、骹、目睭所犯的罪的警告。若是积极的部分，就是安怎？咱知影爱行的良善，无去行，无去做，无去想，无付出行动，安尼咱就失去咱的手、甲骹、甲目睭的积极的功能。49节，耶稣甲门徒讲，甚至指示讲爱做一位会通经得起火烧，还是讲锻炼，啊，甚至是盐落去生的基督徒。爱有即款，有一回喺查经班的时阵，有一个人就问一个真有意思的问题，讲吼啊，盐若伤咸吼，无健康呢。吼，盐若伤济啦吼，伤咸就无健康。啊，大家讨论讲啊，基督徒不要太咸，吼啊，大家讨论了，吼啊，就会问讲啊，古早时阵吼。因到底是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啦？啊，迄当时的处境，哦，是爱安怎来了解？啊，其实伫迄中间，就有人会讲吼，2000年前吼盐吼非常的贵三三啦，哦，所以盐嘛，互人称作盐金，哦，亲像金仔共款迄款的贵重，哦，今仔日盐实在太普遍啦。所以咱无法度去了解古早的处境。其实咱嘛免讲伤远啦，伫这个几百年前，大清帝国的早期，盐拢是官方的管制，搁互人称作官盐。哦，官盐贵的时阵，一斤盐会通换100斤的米啦，盐比米搁较贵。足贵，甚至迄当时官盐的这个收入是差不多占国家的收入将近1半，少的时阵嘛占所有的收入的1/5。所以咱会通看到，古早时阵敢有法度用盐生甲真咸，无健康，其实无迄个机会啦。古早时阵。耶稣的时代，因迄当时的盐通常是石盐、石头，内底有盐。啊，要煮汤的时阵安怎？规块石头落去浸一下，了后揢起来扬起。啊，扬到尾啊，无法度扬的时阵，迄叫啥？盐若失味，啊，迄块石头就安怎？迄蛋糕，吼，蛋条无要滴啊，互人蛋去外位。因为迄已经无盐味啊。其实耶稣是用迄当时的人因的经验的讲起，有滋味的生命，若有盐的作用，会通怎互相和好。今仔日咱点到第4期啦，即会讲和平和好，咱爱甲人和好的关系，甲上帝和好的关系。这款和好的关系，就是对咱的生命中间，愿意谦卑做奴仆开始；对咱的生命中间，愿意伫遐来接待社会上受拒绝、欺杀或者的囡仔，还是讲弱势者。咱来想看卖，这段经文对做基督徒基督门徒的咱。会通带来什么款信仰的价值？我想有2项会通值得咱去思考的。第一项，咱来了解耶稣关心上帝国的价值观如何反映伫地面上的国。
上帝国、上帝国与地上国，迄是真无共款的。当学生因思考的是地面国的一寡观念、价值观的时阵，但是耶稣是用上帝国的价值观，来互学生来学习。伫一个用上帝国宣告信息的信仰团体内面，这种的钱，什么人最大的行为，这其实就是一种败坏啦。这款败坏其实自古到今真多，包括教会内面的机构嘛是共款。哦，什么人要做董事，什么人要做什么，会伫遐来自。若毋是出伫好调，迄拢是一种败坏啦。而且咱看到耶稣特别进入加百农的厝内，坐落来，心中会甲学生教导。地面上的国，看的是阶级，看的是成功，看的是优越感。地面上的国是一个弱肉强食，钱多要钱迄个较悬的位置，什么人较大较悬，这会安怎造成阶级主义、阶级主义？要达到那个阶级，会不择手段，互人比落去的人。伊安怎真痛苦，伊想搁要爬起，爬到上顶头的嘛无拄拄快乐，这是世间互咱看到的。耶稣要颠覆这款世界的价值观，伊要互上帝国的价值观反映伫咱所徛起的地面上，所以伊也教导咱祈祷讲，你着爱安怎先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耶稣将这个最头最领袖的人，互伊有一个新的上帝国的价值，就是真做正人的奴仆。莫讲耶稣这个教导，伫迄当时的社会听起来，哇，毋捌听过。其实伫今仔日的民主社会的中间，虽然认为民意代表是人民的公仆。但是真侪民意代表也是代议士，因真正的态度无拄拄是安尼，因的态度哪亲像伊是安怎掌管资源的头家共款。2000年前，耶稣就是通过这个教导，互咱看到上帝国的子民、上帝国的门徒，这是咱应该做的必修功课啦。奴仆这个词，原来就是动词，就是服侍。古早时阵，主人叫奴仆来的时阵，奴仆就爱随传随到，照主人的意思去办。奴仆是24小时的服侍者，是一个卑微的角色。甚至耶稣，伊为着学生去洗脚的时阵，嘛表明伊是一种奴仆的角色。所以耶稣来到世间，伊的教导，通讲是世界最陌生的价值观，这就是上帝国的信息。伊要修正人的价值观，互人会通调整上帝国的价值观。伫咱地面上生活的时阵，检测有真侪价值观会甲咱冲突。愿圣神帮助咱。关心上帝国的价值观如何反映伫咱的生命的顶头，如何反映伫地面上的国，并且帮助咱尽力来实践上帝国。第二项教导是要互咱知影，爱用手脚目睭落实信仰的实践。接待一个囡仔。你无法度对伊讲啊，我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也毋是什么款的利益会通迄落的。囡仔代表着无权无势，代表着社会的边缘人。但是耶稣却讲，接待这款的囡仔，就是咧做为上帝咧做代志，将一般人，耶稣将迄个互人看轻的人。
甲提升到伫一个上帝国的赞处。伫加百隆这个福音基地内面，门徒去学习上帝国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学习上帝国的价值观，唔干那安尼，搁要用咱的行动来行出来。伫这个行动的中间，咱看到用手、用骹、用目睭来实践。讲到手、骹、目睭到底代表啥物？咱也看到出来一句，祭司咧献祭的时阵，爱摕羊羔的血抹伫这个耳朵的右耳垂，抹伫正手的这个大拇指，正骹的大拇指顶头。这代表安怎？爱听上帝的话，做上帝的工，爱行上帝的路。伫遮耶稣也有类似的概念，咱的手爱做上帝的工，骹爱行上帝的路，目睭咧是用心灵的目睭去认捌上帝的话。路加福音11章34节就安尼讲，恁的目睭若亲像身躯的灯，你的目睭若好，全身躯就光；你的目睭嘛若歹，全身躯就黑暗。即款心灵的眼界受拍开，看见上帝国的价值，这是咱会通去行去做的。其实，伫教会历史的中间，有真侪真水的故事。今年是台湾教会妇女事工100周年的纪念日。我的同学和平教会陈美玲长老，伊过去嘛伫新学院，伊后来嘛做传道，伊嘛是一个历史的工作者。最近伊甲出一本册，叫做《姑娘甲台湾女宣》。迄个群芳女，毋知要安怎台语要安怎读吼？姑娘就是迄当时女的宣教师，这个女性的宣教师来到伫台湾，因安怎用因的手、用因的骹来实践信仰，甚至用因的目睭所看到的开阔台湾妇女的普世的眼界，这拢是非常要紧的。1922年的11月，加拿大的女宣教师安怡丽姑娘，伊就伫今仔日的中山北路的马街病院，迄当时有姑娘楼，成立这个北部女宣道会。这个女宣道会，就互北部妇女的事工组织化，鼓励妇女协助教会传福音。主要是社会服务，服务教会，服务社会，迄是一个真要紧。100年前妇女的参与，互教会愈来愈兴起。这是因为妇女用因的手，用因的骹，实际上去实践信仰，佮用因的目睭将所看的。所在捌的开阔因的眼界，通过安尼，甚至这个女宣因到伫侪的所在，甚至到伫山区边地的所在，教妇女熟悉罗马语，帮助因会通去读圣经，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因搁较侪时间是协助教会做探访的工课，另外也有一群人，迄当时专门负责伫马街病院的探访，为病人的祈祷。咱看到台湾教会史的中间，这个妇女真做大的军队，上帝国的军队，用因的手。用伊的骹，用伊的目睭，落实信仰的实践，做伫迄个微细的人，互微细的人会通去接触到耶稣基督的手，
看到耶稣基督的脚行到伊的头前。刘兄弟，信仰是需要去实践的，唔通互咱的手、脚、目睭来犯罪。咱应该更较积极的，互咱的手、脚、目睭会通成做福音的行动。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衬，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学习对真理的认捌。主愿你坐落来，搁一遍阮来教导，互阮明白上帝国的真理，搁较疼人亲像家己。帮助阮看见耶稣所看见需要的人，尽阮的能力来回应的主。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话。信息第58首，信息第58首，万王的王，主的主，请起立。请坐。这是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第一，愿意赐和平予地上一所以下的人；第二，为平安年礼拜、甲洗礼、圣诞赞美礼拜；第三，为正月初新任长老、执事、甲首长就任甲服侍。请咱三个出声同心来祈祷。
这时，请初灵节这事带咱做结束祈祷。主啊，阮感谢你的保守看顾，互阮伫逐项代志有你的引带帮赞。我嘛欢喜伫圣诞节期，用诗歌甲礼拜来学乐感谢你。刷来平安暝礼拜、洗礼甲赞美礼拜，求你互所有参加的人，因为你的救恩来得到盼望。你的临在带来和平，互地上你所欢喜的人。我也为着新选出来的长老、执事，甲大部门的首长来祈祷，求你教示阮合一的道理，来敬虔你的听，引带我行伫你水搁好的旨意顶悬。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时，咱来奉献。请起立，用奉献诗做咱祈祷。请坐。
下面分别请小岛的诗班甲萌萌大诗班用音乐来庆贺。小岛的诗班要献的诗歌是《伊妈瑞丽》，萌萌大诗班要献的诗歌是《小图家叮叮当》。
咱来选举节目看通知事项。第二，圣诞庆典活动，12月23拜五，阴暗7点半，伫大礼拜堂要举行大港暝的音乐礼拜。24号阴暗7点要举行平安暝即间礼拜，有开放圣餐，欢迎参加。会中要受洗兄弟有蔡婉福、王之文、洪仁之、廖炫明，咱家祝福，盼顺利进行。15号，12月5，上午10点举行圣诞赞美礼拜，中昼11点半举行儿童主日学圣诞庆祝会，伫小礼拜堂举行，有圣诞音乐剧、爱山摊位，欢迎大家参加。10点半上时有圣诞爱山，欢迎大家参加。第三，感谢上帝过去一年带领。小的定伫2月12召开2023年好安好会，敬请各部门负责长老、单位首长也是调职人，将2022年报告书、2023年计划书伫正月15以前交到办公室。第七，小的定伫正月初1礼拜中举行新任长老、执事甲单位首长就任。敬请兄弟为长职同工委身甲服侍代祷，并且成就因的准备心甲上帝利约。团契消息、讲座消息、其他消息，请咱家己过目。请黄牧师介绍请安。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是土美林姐的朋友李慧卿，请起立，互咱来熟悉李慧卿。欢迎，欢迎伫正手边这边，欢迎。过来介绍是宽义牧师的姐姐对，刚刚来登来淑芬姐陈淑芬，欢迎。过来介绍思祥对德国登来咱的技术伫后面。这回伪装还在德国啦在工作思想有待有光回来等下咱足久真侪朋友互相来请安，愿上帝施恩祝福，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祝福请安。做伙来吟信息第395首，信息第39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迎起线圣牧师祝祷。
担恁通平安去，愿爸囝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避讳，让小啊大倒兄弟，请来到这路边雨伞骹，今仔兄弟欢迎参加，下边会交易。